來看韓國的光州雙年展的9月就要來舉辦啊，咱是用台灣館的名去參加的。也毋過，這主辦單位呢，煞佇宣傳海報頂頭，甲台灣這個詞改做是國立台灣美術館的英文縮寫。咱外交部長林佳龍伊是表示講，這外交部甲文化部有繼續甲韓國咧溝通，希望會當爭取用台灣館來參展。出動吊車，甲步步掛起哩。韓國光州雙年展9月初5隨要起鼓咯。國立台灣美術館嘛，第一擺以台灣館之名申請參展。不過，前日公布的宣傳海報頂頭有各個名稱煞獨獨無看的台灣，原來是主辦單位無提早告知，就甲台灣館的名稱改做是國美館的英文縮寫 NT 魔法。以台灣館的名稱可以出去參加展覽，是一個當然是大家是蠻開心的一件事情。大家很希望以台灣的名義在國際參與以英文相關的交流這樣子。關於政治審查的問題，把這些名字的審查或把作品審查掉，有些藝術家其實蠻憤怒這個行為，他們覺得自己被羞辱到了這種感覺。策展人和參展藝術家攏行一條發出聯合聲明，指出光州雙年展基金會無重視國美館真濟屆交涉甲抗議，硬要甲台灣的名摕掉，牽接對藝術展覽進行政治審查的行為。文化部長李婉甲外交部長林佳龍嘛針對這件代誌會面達成共識，若無得到正面回應，無排除會採一切必要的手段維護權益。外交部跟文化部都有持續關注跟在協助這件事情的交涉。那包括對光州市政府還有主辦單位，那因為這個涉及到這個文化藝術的這個自由也是當時有協議所以對於擅改名稱那我們會就是極力來交涉爭取，因為也還有點時間我們希望這件事情能夠有一個妥善的解決林佳龍表示，閣咧和韓國溝通，要以當初簽訂的協議以台灣館的名稱參展，佮特別強調光州佇韓國歷史上是民主、自由、人權的重要象徵，希望主辦單位莫違背舉辦光州雙年展的宗旨。記者綜合報道。